古天樂1年幾長嘅紅館首個歌唱啱啱圓滿落幕，台前請嚟劉德華、阿姐汪明荃、孫軒、張繼聰、林峰、馮德倫、古巨基等等超級大牌做嘉賓，簡直係全城轟動。不過好多人都只係關注台上面嘅互動，今日聽娛樂要帶大家將焦點擺去台下嘅觀眾席，因為呢幾晚呢嚟朝聖嘅星級觀眾陣容簡直比頒獎典禮仲要誇張。好似喺尾場入面啦，大家非常熟悉嘅拉姑迪波拉一進場之後，就同古仔嘅3位愛將孫軒、林峰同埋胡子彤一齊密密傾，玩得非常投入。除咗拉姑之外，現場仲有神隱多年、極少公開露面嘅古典美人吳美恆同埋顧紀君、梁家樹以及蔡一智等人，當然仲唔少得專程嚟捧阿姐場嘅家英哥啦，令到整個紅館觀眾席簡直係星光熠熠。而喺眾多星級觀眾當中呢，最令人感到溫馨同埋讚賞嘅畫面呢，就莫過於係事後佘詩曼有現場粉絲捕捉到阿佘當晚呢，除咗帶住媽媽一齊入場之外呢，亦知有愛心同埋細心嘅阿佘呢，更係親自小心翼翼咁喺人群中扶住古天樂媽媽步入貴賓席㗎。阿佘、佘媽媽同埋古媽媽幾個人坐埋一齊，全程嘅氣氛就好似一家人咁。大批網民睇到阿佘扶住古媽媽嘅相，都大讚阿佘唔單止人靚演技好，私底下更加係一個體貼溫柔嘅24孝好女仔。呢個溫馨同框真係咧贏盡全場掌聲噶。不過咧，講到全場最具有爆炸性嘅話題咧，就一定要數到內地網民喺平台上瘋狂討論阿嫂疑雲啦。喺演唱會中呢，當古天樂行到人群中唱歌互動嘅時候，有眼利嘅內地粉絲就影到觀眾席嘅人群中呢，有一位長髮非常有氣質嘅神秘女子。隨後大批網民紛紛轉載呢一張相，甚至留言高呼：呢位咪係傳聞中古仔一直冇公開承認嘅隱形女友林淑賢咯。佢真正嘅身份其實係古天樂電影王國天下一嘅核心高層兼金牌監製。雖然古仔入行多年呢，從來都冇公開過戀情，但林淑賢長年喺幕後幫古仔打拼江山。不論大大小小嘅事務呢，兩個人都會出雙入對，形影不離。網民之所以咁瘋狂聯想呢，全部都係有跡可尋噶。有網民呢隨即翻查出啦，喺舊年7月份嘅時候呢，有遊客就喺泰國四面佛野山捕獲咗古天樂去許願還神，而當時呢戴住口罩、長髮飄飄，全程喺古仔身邊貼心打點，一齊拜神嘅女仔，正正就係林淑賢。由泰國四面佛嘅形影不離，再到今日紅館演唱會中默默深情注視，難怪大批內地同埋香港嘅網民都會瘋狂對號入座，猜測兩個人嘅關係已經升華。不過呢，亦有理性嘅粉絲力撐，話林淑賢作為天下一嘅行政總裁，老細開 show 喺現場打點同埋睇 show 呢係理所當然嘅，大家唔好過度猜測。大家點睇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同我一齊發表你嘅睇法啊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聽娛樂。